是啊，第一場2號至旺財，第二場2號輕馳千里，第三場6號大番薯，第四場六號雷神太保，咁就第五場3號威武年代，第六場2號紅衣醒目，第七場6號智勝神區，第八場8號水晶酒杯，第9場1號進步進步騰飛，第10場3號中誠名區，11場就3號紫荊全領。咁咧就11場賽事就講完啦。之前都講過啦，咁個 database 改下去啦，改到佢贏為止啦咁樣。之前嗰啲方法應該唔得㗎啦，馬會改變咗個制度之後就嗰個成率降低咗好多。唉，點知就馬會係一個幾難搞嘅賭，即係個莊嚟嘅。個莊咧成日轉，我都唔記得咗轉咗幾多次啊！真係。